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真正趣味。这两字若用伫华语读做“垃圾”，垃圾翻做台语是“粪扫”。啊，这两字若用伫台语读做“垃圾”，垃圾的华语是“肮脏、不干净”。原来哦，垃圾台语安尼写“垃圾”。你规身躯垃圾鬼鬼，紧去甲身躯洗洗咧。你有够垃圾鬼哦，房间袂输是粪扫堆。垃圾鬼嘛当讲太过鬼，华语是肮脏鬼。啊，若房间真垃圾，嘛当讲房间真阿渣。阿渣台语是安尼写的哦，阿渣。垃圾嘛当讲垃圾。捌听阿公甲阿嬷讲过，讲食猪血会当去体内的垃圾。还佫有一句讲啊做稳淡无垃圾。囡仔兴爽，洗身躯凊彩冲冲咧，一下仔就洗好啊。阿嬷笑讲，真正是稳淡无垃圾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垃圾实在真趣味。